Hello，咁多位會員、中心嘅會員大家好啊！咁介紹下自己先，我係陳生啦。咁今日咧會由我同袁生咧一齊咧同大家呢個抽呢個7月份嘅中心嘅活動嘅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嚟到我哋咧第一個活動啊！我哋第一個活動咧係九龍城長職學院樂活歷奇嘅探索啊！咁呢一日咧，我哋活動咧都會有我哋中學生義工咧一齊玩喎。咁日期咧就係7月2號晏晝嘅1點半至4點。咁活動地點就喺翻我哋嘅黃福南中學嗰邊舉行嘅，係啦。咁我哋事不宜遲啦，嚟到我哋第一活動，我哋即將抽出我哋嘅15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第一位正選係，好，俾少少時間你啊。第一位正選係1900059，第二位係010062。第三位係250013，第四位係090043，第五位係130022，第六位係130056，第七位係01001009，第八位係240007，第九位係230044，第十位040066，第十一位090047，第十二位230013，第十三位110083，第十四位130054，最後一位正選係02000120嘅。咁另外都會有10位候補嘅，咁第一位候補係19000170，第二位係200011，第三位係190009，第四位係170022，第五位係21000106，第六位係23000137，第七位係180017，第八位係080051，第九位係15000146，最後一位候補係23000141嘅。好，抽完第一個活動咧，我哋嚟到第二個活動啦，就係呢個認知障礙症知多啲啊！咁當日咧都邀請咗我哋東華學院護理系嘅學生咧，同大家介紹下認知障礙症嘅一啲風險因素、症狀類型或者一啲預防措施等等嘅。咁另外都會同大家玩一啲認知功能訓練嘅遊戲嘅。咁日期就係7月3號晏晝2點半至4點半喺小組室嗰邊進行嘅。咁我哋即將會抽出20位嘅正選。好，我哋3、2、1，好。好，第一位，好，我哋俾多少少時候個電腦啊，係啦，我哋第一位正選係1200077，第二位係23000164，第三位係23000137，第四位係15000042，第五位係200056，第六位係16000083，第七位係07000012，第八位係130022，第九位係10157，第十位係13000147，第十一位02000120，第十二位140004，第13位23000314，第14位1300006，重複一次，第14位係1300006，第15位2300103，第16位1800068，第17位2100118，第18位1200038，第19位010642，最後一位正選係2300044嘅。咁另外都有10位候補嘅，咁第一位候補係2300207，第二位係1800069，第三位係2500090。第四位係1900104，第五位係23000234，第六位係23000136，第七位係010026，第八位係040071，第九位係1200001，最後一位候補係01000109嘅。好，嚟到我哋第三個活動咧，就係智能一族啊！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啦。咁如果大家有手機疑問嘅，都可以咧喺當日咧攞呢部手機過嚟同我哋義工咧求助嘅。咁我哋有2場嘅，第一場就係7月14號嘅晏晝2點半至3點半，一樣都係翻中心飯堂嘅位置嗰度玩嘅。咁我哋先抽出我哋7月14號嗰場，我哋會抽出8位正選同埋4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一位正選咧係幾多少時間？好，第一位正選係02000107，第二位係1700022，第三位係090047，第四位係090006，第五位係1300015，第六位係2300001，第七位係1600016，最後一位係2300141。咁另外咧都有4位候補嘅，咁第一位係2400181，第二位係2500088，第三位係010007，最後一位候補係2400007嘅。咁另外一場28號嗰場咧，咁我哋呢個活動都仲有名額嘅，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對於手機有疑問嘅，都歡迎大家喺當日咧去報名，咁啊當日攞埋你部電話咧過嚟了解下一啲手機嘅疑問咁樣嘅。
好，嚟到我哋第4個活動啦，呢、個手繪青花瓷貼工作坊係啦。咁呢個工作坊咧，我哋當日會有一班文化嘅大使義工啦，同大家老友記咧一齊去製作一個手繪嘅青花瓷貼嘅。咁我哋嘅日期係7月14號嘅晏晝3點至5點，喺我哋中心活動室舉行嘅。咁事不宜遲啦，抽出我哋20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1位正選係01000686，第2位係嚟一次，第2位係230041，第3位係150146，第4位係120077，第5位係140006，第6位係190040，第7位係210098，第8位係19000104，第9位係110070，第10位係230005，第11位係130025。第12位10000108，第13位150092，第14位140008，第15位130054，第16位010090，第17位130022，第18位210005，第19位200042，最後位係230034嘅。咁另外都有10位候補嘅，咁第1位候補係110050，第2位係090047，第3位係110083，第4位係180017。第5位係090046，第6位係140037，第7位係170022，第8位係200027，第9位係080051，最後位係240143嘅。好，咁我哋嚟到第5個活動防跌不倒翁啊！咁呢個活動咧，我哋當日都邀請咗我哋香港紅十字會5星健康5星街嘅註冊會士咧，講解下點樣可以防跌喎，咁同埋即使跌到之後咧，點樣去處理咧？咁當日咧都會帶領我哋嘅老友記咧做一個防跌嘅實式嘅。咁我哋日期就係7月17號晏晝3點半至4點半。咁我哋名額咧有35位，另外有10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將抽出35位嘅正選。我係3、2、1。好，第1位正選咧係01000642，第2位係21000157，第3位係16000056，第4位係200042，第5位係19000104，第6位係130056，第7位係180022。重複一次，第7位係180002，第8位係14000163，第9位係100089，第10位係230024，第10位係090022，第12位240021，第13位23000164，第14位160025，第15位14000105，第16位080051，第17位240080，第18位250090，第19位250096，第20位01000626。第20位10052，第22位040086，第23位220039，第24位01000291，第25位180018，第26位220025，第17位070012，之後係170022，130023，之後係160083，之後係240017，第32位230034，第33位1200077，第34位2300314，最後位正選係040071嘅。咁另外都有10位候補嘅，咁第1位候補係130015，第2位係1200002，第3位係21005，第4位係2300182，第5位係02000107，第6位係16000120，第7位係2400031，第8位係1700073，第9位係070014，最後位係220001嘅。好，嚟到我哋第6個活動啦，係一個土耳其馬賽克燈嘅創作坊啊！咁我哋日期咧7月18號晏晝2點至3點半。咁之後咧，我哋會抽出8位正選同埋我哋10位嘅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1位正選係200056，第2位係01000291，第3位係180018，第4位係23000182，第5位係19000170，第6位係16000120，第7位係040071，最後位正選係14000163。另外有10位候補嘅，第1位係080051，第2位係23000314，第3位係10005，第4位係1100070。第5位係1900148，第6位係1700022，第7位係2300025，第
第八位係240001，第九位係060018，最後一位候補係090068嘅。好，咁嚟到我哋第8個活動啦，就係呢個銀青共樂日。咁呢日咧，我哋邀請咗嘉諾撒聖瑪利學校嘅中學生啦嚟到我哋中心咧，同大家樂嘅一齊玩下小手工、玩遊戲咁樣嘅。咁我哋呢個活動咧，一共會有2場嘅，分別係7月21號嘅星期一，同埋7月24號嘅星期四。咁時間一樣啦，都係晏晝3點至5點喺中心活動室嘅。咁之後我哋會先抽出第一場7月21嘅頭12位正選嘅。好，我哋事不宜遲，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一位正選係1300054，第二位係1800069，第三位係2500001，第四位係0400008，第五位係1700081，第六位係2300136，第七位係1700022，第八位係1900040，第九位係0900047，第十位係2400031，第十一位係0400086，第十二位係0400087。好，另外都係10位候補嘅，咁第一位係1200077，第二位係010062，第三位係2300137，第四位係2000056，第五位係1100050，第六位係2100098，第七位係1800018，第八位係1600016，第九位2300077，最後一位候補係090046嘅。好，咁抽完第一場咧，我哋即將會抽出我哋嘅第2場啦。第2場都係一樣銀青共樂日，我哋會抽出一樣12位嘅正選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一位正選咧係090001，第二位係1900068，第三位係0900043，第四位係1000008，第五位係2500090，第六位1800017。第七位2400127，第八位2300122，第九位1400037，第十位1000089，第十一位2100055，最後一位正選係01000290嘅。咁另外都係10位候補啦。第一位候補係2000042，第二位係0800001，第三位係2200069，第四位係1200002，第五位係1400133。第六位係2300314，第七位02000107，第八位1400163，第九位2300055，最後一位候補係2500067嘅。好，我哋嚟到第9個活動啦，就係7月份嘅一齊嚟唱 K。咁我哋日期咧就係7月23號嘅。咁我哋會有2場嘅。咁我哋先抽第一場，朝早9點3至11點半嘅一場嘅。咁我哋稍後咧會抽出一共10位正選同埋5位候補嘅。好，我哋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一位正選係2200101，第二位係1500146，第三位係0800024，第四位係1300056，第五位係1800054，第六位係1200059，第七位係1600016，第八位係1200015，第九位係1900048，最後一位正選係2400006嘅。咁另外都會有5位候補嘅，咁第一位候補係2400082，第二位係020050，第三位係14001，重播一次，第三位係1400129，第四位係1200116，最後一位候補係2400083嘅。咁我哋第2場咧而家仲尚有名額嘅，咁有興趣嘅參加者上嚟高歌一曲想唱下歌嘅話咧，都可以向我哋嘅員山報名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嚟到第10個活動啦。第10個活動咧就係平安三寶你要知啊。咁我哋當日咧將會用一啲輕鬆啦、有趣嘅方式咧，去分享下平安三寶嘅重要性。咁同埋咧都有啲個案同埋常見難題咧，同大家分享下嘅。咁日期就係7月25號晏晝3點至4點嘅。咁我哋稍後會抽出15位候補，15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。係重播一次咧，係15位正選同埋10位候補嘅。咁我哋3、2、1。好，我哋第一位正選係1100044，第二位係2300207，第三位係0900043，第四位係1700098，第五位係010090，第六位係1300015，第七位係1600120，第八位係2400017，第九位係1400133，第十位係2000011，第十一位係0900006，第十二位2100106。第13位2400021，第14位1800013，最後一位正選係1800017嘅。
咁另外都有10位嘅候補嘅，咁第一位候補係22000141，第二位係180002，第三位係090005，第四位係200042，第五位係140037，第六位係01000109，第七位係02000107，第八位係09000047，第九位係240031，最後一位候補係120059嘅。好，咁我哋抽到第10個活動之後咧，交俾5姑娘咧抽埋我哋剩低嘅出業活動啦，唔該晒。好，咁咧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會繼續抽咧第11號活動，咁就係咧其樂無窮金曲日啊！咁日期就係7月25號，咁就4點鐘到5點鐘。咁我哋咧一共就會抽出30位嘅。好，咁啊，我再望清楚先，原來咧其樂無窮咧，我哋就係唔使收錢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會直接去抽咧第12號活動，係啦，咁就係探索音樂之旅，咁日期就係7月28號下晝3點到4點半，咁名額咧就10位。好，預備3、2、1。好，第一位1800054，第二位2500099，第三位2500096，第四位2100120，第五位1000108，第六位2500067，第七位1300056，第八位1300025，第九位1300015，最後一位2100192，跟住係兩位嘅後備，第一位係1800113，第二位係04000066。好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就會繼續抽出咧呢個第13號活動，咁咧就會喺景文樓嘅，咁就係咧芬蘭木柱嘅體驗班，日期就係7月8號，咁就下晝3點9到4點9，咁我哋都會抽出咧10位嘅名額嘅。好，預備3、2、1。好，第一位係1600120，第二位2300182，第三位2400006，第四位2400143，第五位2400031，第六位1700098，第七位1300056，第八位2400185，第九位0100626，最後一位係080051，跟住係10位嘅後備，第一位係2400098。第二位係1000100，第三位係090047，第四位係040066，第五位係02000107，第六位係270069，第七位係22000141，第八位係230024，第九位係1800017，最後一位係160025。好，跟住咧就係第14號活動，繼續都會喺景文樓嘅，咁就係花花世界。咁咧日期就係7月9號、16號、23號、30號同星期三。咁咧我哋會抽出咧8位嘅名額嘅。好，預備3、2、1。好，第一位1900104，第二位040066，第三位1300054，第四位2300024，第五位2400031，第六位1400133，第七位2200139，最後一位係1900170。好，第一位後備2100052，第二位2300137，第三位2300055，第四位1300056，第五位2300136，第六位2300314，第七位09000043，第八位1500049，第九位2400098，最後一位係2300281。好，跟住咧就係第15號活動，繼續都會喺景文樓嘅，係啦，咁就係7月15號，咁就係玩一個咧賓果頭擲啊，係啦，咁我哋一樣都係抽出10位嘅名額。好，預備3、2、1。第一位係09000047，第二位2400098，第三位1700022，第四位040066，第五位2500031，第六位1200038，第七位080051，第八位2400143，第九位22000101，最後一位係040086。跟住係10位嘅後備，第一位係1300056。
第二位係21000120，第三位係25000088，第四位係24000127，第五位係23000137，第六位係16000120，第七位係01000238，第八位係18000017，第九位係24000031，最後一位係13000015。好，咁我哋就抽完咧景文樓嘅活動啦，咁咧我哋就會咧最後兩個嘅抽籤咧，咁我哋就會抽第16號活動，就係呢個水餃皇后啊，咁就係睇戲嘅。好，咁日期就係7月26號啊，咁就上晝8點鐘開始。咁咧，我哋會抽出60位名額嘅，咁我就依次序讀晒所有中籤嘅會員啦。好，1800054、23000116、13000139、23000097、21000156、23000281、18000017、23000136、04000087、23000061、14000037、15000033、09000043、21000052、16000083、10000089、19000009、1200116、2100106、1700161，跟住係1900170、1300025、1200038、2300089、1600046、2300255、1800068、1300054、1800069、2100180、06000118、1900102、2300117、2200071、1600003、2000021、1000023、2100060、01000042、09000047、2300204、1600040、1900006、1600038、2000056、2300077、2400063、2300177、2200069、02000019、2300137、2100211、030001、1800018、2100118、1000100、23000138、2500067、2200067，最後一位係09000068，跟住係10位嘅後備，第一位係1700073，第二位係1700022，第三位係01000199，第四位係1500073，第五位係1300147，第六位係1500001，第七位係1900032，第八位係1300015，第九位係01000686，最後一位係1900148。好，咁咧我哋就抽出晒咧今次咧我哋月訊嘅活動啦。咁咧我哋仲有最後一個咧抽籤咧就係回歸問答嘅遊戲，係啦。咁咧我哋抽中咗咧就應該會有份小禮物俾大家嘅。好，咁我哋會抽出咧20位嘅得獎朋友仔啊。好，預備3、2、1。好，跟第一位係2000056，第二位係2000011，第三位係2500056，第四位係1100100，第五位係2300281，第六位係2100192，第七位係010007，第八位係210010，第九位係06000018，第十位係23000285，第11位係03000169，第12位係240007，第13位係230182，第14位係2200137，第15位係1200108，第16位係2500093，第17位係2300034，第18位係1500001，跟住第19位係1600120，最後一位係1300139。咁咧，請大家咧領取禮物嘅日期咧要喺7月12號之前，咁啊抽中咗嘅朋友仔就可以過嚟拎禮物啦。好，咁咧我哋咧今個月咧嘅抽籤咧就已經咧順利就抽晒啦。咁啊，我哋咧就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。咁我哋就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